毋是咧，我是要访问今仔日的主角，伊还未来。伊是要讲啥货？伊是要讲，伊是陈武和老师，伊伫七月底的时阵要来美国去七个城市，做一个workshop。歹势。啊，阮来，阮较早。那你拄好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啦，吼，拄则知影讲迄个单位过身啦，吼。啊，我拄则其实是咧含伊的牵手明美说讲话啦，吼。啊，所以我是想讲，咱今仔日迄个咱的节目会照常举行啦，吼。啊，毋过就是讲咱要进行吼，咱会用一个时间吼，咱来默哀吼，是默祷吼，啊来纪念伊吼，啊伊是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共同的发起人啦，吼。啊，所以伊确定应该会入来，所以我是甲伊讲啊，伊若有要讲的无讲话吼，咱拢欢迎是心理吼。啊，毋过是好消息是讲因翁仔某拢诚共心，因对生命即种代志吼，拢看啊诚开头啦吼。啊，所以伊会感觉讲安尼用欢喜的心情来甲欢送吼。啊嘛会当咱共同少年来庆祝安尼伊即安尼86档的生命吼，啊嘛做个少年咱的好朋友安尼啦，吼。啊，所以就是确定啊，来武和入来，今仔日的节目就是咱请即个女士吼林依玲啦，吼。啊，本地是迄个法国迄个陈慧玲吼。啊，来发起的啦！哎，今仔日拄好爱顾囡仔袂当入来吼，啊，所以咱就请即个林依玲来甲咱迄个做主持。毋敢，嘛是搁爱两公兄来斗相共，因为我的台语就袂认得。啊，你毋免有压力啦吼，咱即个论坛要互迄个无啥台语袂认得的人来啦。啊，你敢有当先自我介绍一下啊？迄个确定啊吼，你介绍嘿。哦，我已经开始啊，还是？未，所以我即摆今仔日咱的流程是安尼，武和你敢要搁甲叫起来？我即摆来叫伊。OK， 好。哇，咱即台安尼一直咧去啊！人家专家。系啊，我遮足暗吼，我毋知是安怎解，遮足暗拢无法度。你看看。啊，安尼较好势。我这个拍开看觅。哦，安尼好。拍较开。啊，你迄个光线会使举较顶头斜无？我即个灯无法度，我看觅，我灯爱用举咧，所以我即拍灯无法度。啊，我用光切来轻者。下骹甲就切切，因就是照这个形象啊。好。人个电影咧拍友哦，足重视这灯光诶。对啦，咱这个毋是啊，咱这文化人，就需要灯，咱是用灯咧共照诶。哦，李司令你好，我先简单甲你讲一个，咱外较紧急诶代志啦，哈。哦，是即个论坛诶共同发起人吼，迄个陈兄过身啦，吼。啊，所以讲咱开始诶时阵，咱会我会起头啦，吼。还是今仔时间较短，我较欠管，我先讲啦，吼。咱起头吼，是讲咱用差不多安尼1分钟诶时间，哦，即个咱嘛入来，咱做伙讲拄啊好。所以讲咱7点吼，咱有若7点准时开始啦，吼。是。啊，咱开始进前，我先来起一个头啦，吼。看咱用差不多安尼1分钟的时间，吼。啊，咱默哀啊来悼念咱的迄个陈瑞兄安尼啦，吼。啊了，咱就节目，咱就开始来进行，吼。啊了，咱迄个今仔日是毋是讲咱较早结束淡薄啊，吼。
好好好，啊，较早结束淡薄仔，差不多用1点钟的时间吼。进入 Q&A， 简单的 Q&A 了后，咱就先开始，互大家看有要对单位遐讲一寡写念的话啦，安尼好无？好好好，所以我会先来开场，开场了后我会简单介绍这个林依玲伊是今仔日这个主持人，较由主持人来了解这个如何啦，咱的进行大开始安尼，伊有甲你准备一寡问题嘛，对对对，迄个依玲，我知影你是，我免来甲你介绍，我甲知影你伫中研院做代志，敢毋是你会当我即马伫Indiana University 做代志。因为OK 好。我就简甲你介绍一下，剩的好，我会介绍讲你台语袂使练长，作用大。安尼就好。我这点上定这爱先甲你介绍所以你互你有心理压力因为咱这个论坛就是要互讲会练长的、袂练长的做伙来好无？谢谢。所以咱安尼心情小可调整一下，所以咧咱是差不多过3分钟咱正式来开始安尼所以恁即摆看恁两个之间要安怎有啥物款的要？我有一个问题，有何老师要安怎讲你的国小万福国小要安怎用台语讲？无就直接讲万福国小，好。万福啦，万福，万福，万福的官员啦，万福，万福，万福啦，万福，阮是拢讲为了 wonderful 啦，wonderful，安尼嘛就歹，好，我安尼介绍，现场老师嘛是共同发起人啦，是，对，你好，还有互朱医师啦，伊伫英国，伊等下起来，我有甲讲，伊伫外口，但是外口可能信号较无稳定，但是伊会起来一个安尼啦。伊无一定会当留真久啦，但是伊就是会起来。伊7点会赴。我头拄有甲讲，伊是会敲电话时，伊是讲好啦。你无咱？我即摆佮发信息讲，大家已经起来。无咱等伊起来，较做伙来开始默哀，安尼较有意义啦，对啦。我有黄明美说讲着啦，讲着伊应该可能来起，我是甲伊讲，接突然迄个，所以迄个，我嘛有甲迄个秀班姐讲啦，对。秀班姐伊今仔日拄好讲迄个临时有代志袂当起来，伊会看录影安尼啦。好佳哉就是讲因翁仔某对生命的看法拢真共款，拢对这个看真会开啦，嘛是感觉讲安尼，含伊咧讲嘛，安尼会有笑，会有啥物款所以咱就免受悲伤啦，咱就是安尼用安尼做伙来孝念伊和咱做伙时间嘛庆祝伊这86天安尼真精彩。因会遮紧讲着癌遮半年？无伊着癌几啊天伊着癌几啊天伊一直咧动讲伊要领即个奖了后，伊较要离开，又甲伟文答应啦，讲我会等你啦，听伊讲是安那呢？讲伊即个奖了后怎开始伫遐开始一直讲话啦，讲的人听拢无啦，有时讲台语，有时讲英语安尼啦，就按迄个时间就一直摆落去安尼啦，拄好伊过身的时间，拄好是伊生日啦。哇！所以昨下晡6月27是伊的生日吼。昨下晡迄个4點外的时阵啦，加拿大时间4點啦吼。对，所以是真啦，毋甘是替咱，那对我来讲是我替我家己毋甘失去一个安尼真好的同志，真好的战友，真好的朋友佫真好的家庭医师呢，伊嘛是我有啥物款代志好伊安尼我关心甲
讲一个安尼拢问啊足清楚，安尼伫电话中啊问啊足清楚。所以是对我来讲，我是当然是毋甘失去一个好朋友，一个好诶兄哥啦哈。毋过嘛是，我想咱逐个迄个，咱安尼我感觉是我感动，但是毋是咧艰苦啦，是咧感觉讲替伊欢喜啊。对啦，人总是有一天啦。对啊，伊即段时间一直含我有咧通信息啦，吼。明美姐啊，明美姐啊，明美姐啊，平安，你若无方便讲诶，吼嘛袂要紧，无看嘛袂要紧啦，吼。我是拄好咧含即个好朋友吼，伫遐咧讲起我含即个单位兄一寡较私人诶感情诶代志啦。所以讲嘛，我小看，我这毋是咧艰苦，我是咧替伊欢喜啦，是我感动啦，吼所以是安尼啦。我即摆咱咧等迄个。福珠，福珠啦，吼。所以咱今仔日咱的节目会照常进行安尼吼，我相信这嘛是伊的决定，应该嘛是安尼啦，吼。所以咱就是拄则咧甲即几位咱的即个今仔日的即个 panelist 吼，咧讲今仔日要哪进行啦，吼。所以咱即摆就是讲伫咧开始的时阵吼。咱用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吼，先来默哀吼，咱写念咱的同志吼，写念伫即3、4冬来安怎伫咱即个目睭吼，和咱度过真有意义的时间啦吼。当然是足侪是欢喜，当然嘛是讲这对台湾的即个以后的影响，我相信是会真正会大啦，吼。佮大家较毋知影吼，伊嘛正好用 AI 呢。伊85岁，伊嘛去用伊嘛去试讲用迄个 AI， 甚至伊到尾先佮鼓励讲，梁刚啊，你敢会当吼，即个我的作品吼，用 AI 个改写做啥物款的趣味安尼啦吼。因为上尾写的即篇文章，我相信是迄个是叫做啥物款？我即摆咧讲话较细吼，伊上尾即篇文章是咧讲生命的代志安尼啦吼。拄好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就对啦，伊的作品。结尾，对，完美的结尾，是。我下晡知影，我下晡啊吼，我有传来吼，迄个文学馆就是台南迄个台湾文学馆有啊，馆长啦，我甲讲啊吼，迄个就是单位遐过身啦，吼伊的作品若要摕，会当去甲慰问摕伊遐，敢若有交关的。伊讲啊吼，迄个馆长甲回来，伊讲迄个单位遐嘛有家己的作品，就是关互迄个文学馆，所以文学馆遐嘛有一份安尼啦。但是伊即马是拜6礼拜，因文学馆嘛无人上班嘛，伊嘛知影即个消息以后嘛是爱拜1才会当去甲同事，就是看安怎处理较好安尼。就是因为进前迄个林宗元过身嘛吼，我嘛是有甲迄个文学馆讲啦，伊到尾啊有怀疑因就有做文学馆就有做一寡处理嘛吼，有写一个迄个。就是追书的什么文章啦，总话所以即届我嘛有甲馆长佮讲安尼，讲迄个单位艺术的代志安尼嘿。对。这是有考虑足久啦吼，所以到尾啊是恐惊讲伫即个目前的体制吼，因馆长若换来换去，即个馆长安尼共事毋就好嘛吼，到尾若囥伫遮物件足宝贵物件来你。讲甲你囥咧安尼尔无推广，安尼嘛无采啦吼。对，就是讲决定讲，我是关乎即个慰问迄个法基文教基金会吼。当然，各用心咧用啦吼。所以是安尼也好啦。当然你即摆会当讲即个馆长会当安尼来配合，安尼是当然是上理想啊吼。毋过咱即个吼，咱民间吼，咱一向。若是讲即个单位过去的工作的中间有若讲大部分伫民间吼，对，
咧推广较济啦，所以咱用民间的即个基金会来甲伊完成安尼伊安尼交代咱继续做诶代志啦。当然，系啦，迄国家力量是有上好啦，无咱嘛是继续拼落安尼。迄个你拄啊有个联络迄个，我来甲敲看下哈。我有传来互福主啦，佮甲伊讲网联，佮甲传一解互伊啦。即马就是看伊拢还袂读啦，所以可能爱甲敲电话。你敢会当用迄个即个 FaceTime 吼？我是用 Line 甲敲电话啦，无我甲敲看觅。你用 FaceTime 可能会较简单。无要紧，我即马甲敲看觅。伊拢无接呢，伊可能即摆无方便啦，因为伊伫国外嘛，伊伫英国嘅款啦，系英国咧度假。对。安尼无要紧吼，无安尼是毋是咱即摆就来开始啦？今仔日是拄好是第188回诶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今仔日有透过即个台湾世界人像诶即个计划主持人叫做我主卡来，我安尼好，安尼无咱等一下决定开始，等你入来。侯主讲伊即摆有信号啊，即摆要起来啊。安尼好，好，等你一下无？安尼就拄好，就完安尼拄好。用我嘛拄好，即阵起来。安尼都该拄好，该拄好。侯主，伊讲伊即摆要练啊。安尼该拄好。所以拄则当入来朋友就是讲咱拄知影单位过新的消息啦，所以咱就是伫即个第188回世界台文化论坛要开始进行咱用1分钟来默哀啦因为说拄则我有讲过就是讲单位兄和明美姐因翁仔某对生命的看法拢真正的乐观，真正的开放所以咱嘛毋免过头悲伤啦我想咱逐个会真毋甘，咱嘛毋免过头悲伤啦咱就用安尼咱默哀咱来悼念讲伊过去即3-4冬伫咱即个论坛线顶和咱度过真喜乐佮有真对台湾影响可能会真大诶一个时间安尼啦好，无咱即马咱就来开始啦好，大家早安晚安看你住伫倒一搭啦今仔日咱有一个较特别诶情形就是拄则咱知影咱亲爱诶即个咱诶同志单位兄查远过身伊诶牵手明美姐嘛有伫咱诶中间所以咱即马咱用1分钟诶时间咱默哀咱做伙来悼念伊啦嘛安尼替伊欢喜伊即世人就是即个世间86冬伊诶生活伫实体世界，甲伫讲即个伊诶小说诶世界拢非常诶精彩啦所以咱即马咱就用1分钟诶时间咱来默哀咱来纪念伊咱今仔日诶论坛咱会差不多较提早结束啦咱1点钟诶时间随着咱进行简单诶问答了后咱会当讲安尼有一个机会来讲咱对单位兄诶悼念安尼啦好，安尼无咱即摆默哀开始。
好，安尼，咱毋知是想着虾米款吼，啊，毋过，我想，伊伫另外一个世界，本来是会含咱参与啦，吼，参与咱即场诶论坛啦，吼。好，无咱安尼咱来开始今仔日诶节目啊。今仔日吼，咱难得啦吼，咱有即个世界台湾人群上吼诶，即个团队吼啊，陈慧玲吼啊，伊来推荐咱一个台湾诶一个艺术家吼，叫做陈武和吼啊，咱今仔日诶主持人吼是咧林依玲吼，啊，伊即摆是伫印第安纳诶大学吼咧上班吼啊，伊甲我讲。可能爱甲特别甲介绍一项上重要，就是讲伊台语毋是真认真，啊，毋过真个吼，啊，伊真骨力咧学吼，啊，我是甲伊讲吼，不要紧啦吼，咱即个论坛吼，就是要互迄个讲袂认真人讲会认真诶做伙讲吼，啊，咱同齐牵手吼，啊，来为咱即个基础台语文化吼，啊来拍拼啦吼，啊，即个陈武和吼，我。有私下佮含讲1点钟诶话吼，啊，伊毋命台语真晓讲，伊佫真晓写地位字吼，啊，伊目前是伫迄个 Wonderful 诶一个国校吼，咧做老师，啊，伊诶专业，伊诶基本上训练，伊嘛是即个艺术方面诶训练吼。好，安尼无我就甲时间交互即个女士吼林依玲吼。谢谢，我是依玲啊，今仔日足欢喜有即个机会当来邀请武和老师来甲每一人见面，因为吼，陈武和老师伫4月底时阵要来北美，要去即个城市做活动，啊，阮想要讲用即个机会来甲每一人介绍。武和老师诶，直接伫台湾诶做诶，就这代志，啊，搁有伊接下来要来美国做诶代志，安尼啊，拄啊梁光兄有介绍武和老师讲，伊是伫 Wonderful 国小伫做老师啊，伊即摆要来美国诶时阵，会伫即个城市。办就侪活动诶，啊，阮想要讲来问武和老师有啥物款诶迄个故事要甲阮分享，安尼我就简单介绍啊，请武和老师出来。好，感谢主持人，主持人吼，啊嘛，今日足欢喜，啊，甲大家人伫咧线顶来见面，啊，我是迄个出生伫迄个高雄那阮老爸老母吼，因以前阮老母伊是做迄个国中诶老师啦，啊，阮老爸伊是迄个伫迄个石油公司咧上班，吼，其实做一般诶家庭，吼，那啊，因为我即摆就伫咧台北市遮咧教册嘛，那我就直接讲，阮是安怎要伫咧进前吼，伫咧即个台湾遮个民国104年，啊，就是他的我伫民国104年吼，去甲即个万福国小，迄个伫咧2020，2018年迄阵开始吼，啊，阮就想讲最主要是伫咧即个中间吼，为即个差不多3-4档诶中间，啊，我伫咧遐观察吼，迄个阮遐诶学区诶学生，啊，我是感觉第一个是讲，因为阮遐有迄个眷村嘛，啊，眷村加一寡的1/3的学生为眷村来，啊，1/3迄个学生就是算做在地啊，所以算做讲因诶生活诶方式是小可无共。毋过迄个爸母诶背景吼，就足大诶无共，所以我就想讲，咱毋过阮是毋是讲会使用一寡
哦活动，啊无就是迄个课程啊，互因会当迄个伫内底吼学习，啊学习吼会当互因对即个咱即个土地有感情，因为有诶人因为我遐嘛是有一寡迄个新住民，啊新住民因迄有诶为迄个越南，啊有诶是为印尼。啊，所以就是讲，阮是毋是会当用这？啊，伫咧迄当阵吼，还未有疫情，啊无有疫情诶时阵，还未 COVID 诶时阵吼，迄阵是我感觉伫咧，像讲台北市诶迄个城，台北城诶城南吼，遐可能欠一个像是较人文诶活动啦。啊，所以我就想讲，咱是毋是会当用一个较属于人文的活动来做即个地区的历史安尼，互因知影讲，因为即个地区的历史啊，较早前上早进前是原住民伫遐迄个拍落，啊，即马佫过来吼，啊，变做迄个台湾人伫遐迄个种产。啊，过来就变做冠村吼，啊，所以这拢有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个变迁，迄个算做讲较大的变迁，拢伫咧即几冬内底，差不多80冬内底的时间。啊，所以我就想讲，咱用安尼来讲，是毋是会当互因遮的囡仔吼？啊，咱甚至讲因会当来了解迄个无共的族群啊，因会当因的迄个想法，甲因的生活方式无共诶。啊，所以阮就用即个讲迄个讲因的迄个祖先的故事，啊，阮就先设定吼，就是讲因阿公阿嬷的故事，吼，来去着来做即个活动安尼。啊，互因伫咧课程内底吼，啊，用迄个访问的方式，啊，先去知影咱厝邻迄个故事。啊，然后过来大人正式讲来，迄个分享因家己的故事，啊了，就在做一个灯。啊，即摆你看到我后壁遮，迄个是伫咧迄个宝藏岩吼，迄个宝藏岩迄个所在，迄个阮差不多伫咧6月啊4月甲6月伫遐展览的迄个迄个灯伫咧迄个所在，暗点起来的迄个状况就是安尼吼。安尼，那大家简单介绍就讲即个故事顶的缘由啦，吼。即马目前啊，因为阮即马可能大人感觉毋过阮即马就是伫咧，应该是个故事顶，应该是就是伫咧地方咧讲故事吧。啊，毋过起码会想讲会去了走开甲美国啊，走去甲日本啊，因为阮伫咧年初的时阵吼，今年的过年的时阵，阮有去帕拉阿图遐迄个点灯啦。是安怎会有即个呢？是因为迄阵我伫咧2022年的时阵啊，就想讲，阵万一阮阵台湾遮有啥物迄个状况的时阵，阮阵伫学校内底是佫会使做寡啥物代志。我就想讲，囡仔做无法度做啥物代志，毋过咱就是会使去世界，先去甲人讲故事，交朋友安尼。所以阮就是头个迄款，就头用安尼诶想法来想讲，那我安尼咱是毋是我就来去了接触，看会当去甲日本甲啥物人因做伙做即个故事了拢会使伫遐展览因就会当透过即个故事交换会当识识新的朋友安尼。所以就是开始就有即个计划了后是拄着即个迄个陈慧琳即个导演伊嘛伊即个导演呢，伊就甲我讲，敢若阮的物件，甲伊咧即摆咧做的种有相共尾我嘛是知影讲，伊甲阮即个 project 对迄个算做伫咧迄个教科书顶馆伊迄个我是伫咧倒手边，伊伫咧迄个正手边，所以我嘛是就安尼，我拢熟悉，拢想讲，咱拢是共款咧，迄个做这代志吼，那所以咱就想讲，毋是嘛是有机会会当合作安尼。
所以还有加的迄个，即嘛，即个有即个活，迄个过来这一个迄个8月即个活动的部分安尼。谢谢陈老师。你刚慧玲导演嘛是就有缘分的，是，对啊，因为其实伊迄个做迄个倒舞的记忆，对，这个算是伊迄嘛是一个社会运动嘛，算做对咱台湾的影响嘛足大的啦。因为即马尤其是中南部遐，因迄台人甚至讲伊遐参与的老师啊、甲学生足侪人，因甚至因有好有系统。我是因为阮做的这顶嘛，每一档阮是拢有无共的主题，咧讲，咧讲故事，甚至讲。做法上较无共款，阮较属于迄个目睭看到，感觉这是一个艺术片。迄个慧玲导演，他想的是一种的迄个乌厝人的故事，讲迄个讲较深的故事安尼。我嘛是希望讲，阮的迄个咱若阵要即届啊，阵真正去甲即个美国的时阵啊，然后足侪人来参与的时阵，因台人会使因的老爸老母，然后因的迄个阿公阿嬷囡仔拢做伙来讲，无就是伊就互囡仔来讲迄个阿公阿嬷的故事，安尼，我感觉安尼落去，会当较深的来迄个来讲即个咱家族的故事，慢慢咱就知影透过即个故事的迄个结合，咱会当互咱的，即甚至讲咱台湾即个人的一个文化一个生活方式。会当变做一咱即个族群的迄个文化的展览安尼，互人会当知影，透过即个顶会当知影咱的文化、咱的故事安尼。是。我有一个问题啦，是吼，有人是伫用画图来讲故事，有人是用写册。是。来讲故事为什么你想要用这顶来讲故事？这主要是因为我迄阵就是一开始咧创的时阵因为一般来讲，阮的学生咱伫咧9月开学嘛，开学了上紧的就是10月，10月底，因为有当时学生拢会想讲，买迄个什么万圣节啊。西方的季节伊就讲迄个万圣节就讲毋过迄个因迄个西方的咱遮咱嘛是有咱家己的嘛，咱就想讲嘛迄个时阵咱来做即个灯其实毋是迄个元宵节迄种的灯是一个讲咱家己故事的灯所以咱用 AI 来讲即个代志。咱想要树现在咱想要树骹迄个阿嬷坐伫咧树骹石头顶悬伫遐讲故事互迄个孙听安尼我就想讲这画面敢若就是迄就是一种的迄个什么传迄个什么文化的迄个传承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无就是用即个灯，因为暗的时阵啥物也看无所以阮会用灯的时阵正是讲即个。伊顶的部分嘛，一部分会使互咱家己文化的部分会使迄个会使现出来譬如讲，像迄阵阮有做即个迄个摄影戏对摄影这摄影戏是讲伊这就咱像咱迄顶内底有一个迄个盘伫遐转。其实迄个伊迄效果就是摄影戏的迄个效果，所以迄是一种文化的部分。我是感觉用这个部分来互人看，来互人知影感觉这有趣味来听这个故事，安尼我感觉这就是讲对学生囡仔来讲，对来参与的遮个家庭来讲，伊嘛有兴趣安尼。所以我当时就讲用这个顶的方式。
嘿啊，迄款我嘛是，其实我有上初开始的时阵哦，我迄个甲迄个台湾艺术大学吼，因诶迄个研究生有一个案甲伊合作，啊，所以因有一寡迄个有一寡教授得带因一寡学生啊，有来帮阮做一寡设计。吼，啊，伊款是有就是设计部分，大部分台人伫咧即个部分吼，设计出来大部分拢像迄钉的部分，啊，所以尾啊，就是阮拢用伊钉来做一个吼，甚至讲咱即个规个即个讲故事的部分用即个钉，啊，佫有一个另外佫一个原因，就是讲，因为阮即个学区，即个像是讲即个景美遐啊吼，啊，即个加公馆即个中遮，就是阮的学区。啊，阮学区遮吼，是其实就是附近有2粒山，啊，一粒山是参差山，啊，洲际山啦。啊，迄洲际山吼，洲际山顶悬，迄顶悬哦，因遐有住一寡人，啊，因是用迄牛铃管啊吼。纸的牛铃管啊，啊，伫遐迄个刻空，啊吼，啊刻空了内底有钉，啊挂伫咧因的迄个门口，啊，所以因有迄种的物件，啊，迄个伫咧迄个宝藏岩迄个所在吼，因是佫有一种的迄个用加纸的，吼加纸的钉。啊，所以变做讲，咱安尼感觉吼，即大家伫咧阮迄大家的迄个，但是嘛有一个迄个共同的迄个元素吼，就是即个剪纸，啊，所以嘛是就讲，嘛是会使有钉的时阵来用剪纸，安尼感觉其实嘛是会使，吼啊，所以就是嘛是把在即个部分嘛，用切来咱的活动内底安尼来做设计安尼。是，啊，我有我记得你咧上课的时阵有讲过，迄你用赛璐片，是因为伊甲台湾的历史有相关，你敢会当甲我介绍一下？哦，是，我迄款咧开发的时阵吼，就是因为我就是尽量就是爱希望讲，阮遮所有学生用到的吼，啊，就是因遮的爸母啊吼，因遮的阿公阿嬷因遮用到的即个材料，拢会当讲一寡台湾的历史啊甲故事，啊，所以迄款呢，就是因为迄个要互伊会甚至讲会送互迄个顶会使看起来较水，啊，所以阮迄个即个内底迄个做这个故事的盘啊吼。顶管吼，我就用迄个赛璐片，啊，赛璐片是一种那像迄塑胶片，吼，透明的塑胶片，啊，这透明的塑胶片啊，其实甲一般的透明塑胶片无啥共，伊较高挂，啊，伊迄是最古早的一种的材料，啊，迄个材料吼，目前用的人最少的，甚至讲迄个用这个赛璐片，这个的人吼，大部分拢是啥物做模型，迄个。做模型的，迄上面做迄个遥控船啊，迄种的物件吼，啊用迄先做一个壳，啊袂伤重，啊迄就算做讲因的用，啊就是因即满来大部分拢是用这尔，啊毋过阮就是特别咧选这个材料，就是讲第一个是讲，因为内底有20%是迄个为迄个樟树顶管呢，用迄樟树油来做的。啊，因为樟树吼，甲咱台湾的关系，就是因为咱台湾以前伫日本时代吼，是最大，迄个算是最大的迄个出产樟树油的所在啦。啊，所以咱就会使用这来讲咱台湾的故事。哦，因为咱台湾以前嘛捌种出侪樟树啊，咱咧迄个咧用的樟树精油，嘿，啊，所以我就选这个材料，吼啊。过来是伊伊咧内底想要即个咱用迄个描图纸来互迄个即个影像吼导影伫咧即个描图纸顶悬，啊，即部分其实嘛是因为即个点影戏嘛，咱讲迄个皮影戏吼，迄个物件啊，其实嘛是以前咱甚至讲较细汉的时阵，毋是咱较细汉，是迄个阿公阿嬷因较细汉的时阵吼，啊因就是因嘛是有法接受即种物件啊，所以阮就想讲，这嘛是算是文化的部分。
所以就是安尼用安尼来讲咱的故事，感觉较迄个较温暖啦，较接近安尼。你有用这的元素来串起大家的记忆，安尼。是。我拄仔有分享你的迄个网站，是关于那个宝藏阳光节的活动。我想讲，你去过足侪所在办这灯箱活动，敢有啥物故事，互你感觉较印象深刻，会当跟阮分享一下？我先为咱上接近的这个宝藏岩的因为4月到6月嘛，那阮这个宝藏岩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其实阮咧这个去点的宝藏岩的有3个所在，一个所在就是阮学校，另外搁一个所在是帕拉图的迄款甲因的中文学校。甲因中文学校做一个合作，所以阮伫咧今年的过年的时阵，伫咧帕拉图遐点灯。另外搁一个学校参与的遐较特别，伊迄是迄个伫咧迄个泰北，泰国的北部，泰国北部遐一个美华村，美华村因遐就是早前伊迄国民党迄个国民党的军队无，一个军队。飞去甲遐，结果阮总卡伫咧遐，伊总变成无国籍。即嘛是因的第3代伫咧遐，毋过因就是变做讲，伊嘛有学习即个中文，嘛是有汉字，所以迄款阮就想讲，一部分的课程，去甲因遐会送，就在因的故事嘛是再摕转来安尼。所以阮迄款就是嘛有即个美华村的这个美华小学，因的迄个学生的故事伫咧遮。即个阮伫咧遐展览的时阵我感觉是较感动的是安尼啦，是讲因为阮有拄着一个阿嬷，阿嬷伊讲因伫咧阮咧展览的迄个八个礼拜内底，因来看过4道。看4道了大概来就甲阮讲，因孙上爱食伊煮的迄个鸡汤啦，就来看因的孙的作品，因为因孙就是伫美国嘛，迄个算做因这阿嬷伊就是伫咧伊讲伊住伫迄搭遐尔啦，所以就是有闲就行过来看因孙，无法度看着孙看因孙的作品安尼嘛好安尼我其实我就感觉这感动的啦，因为拄好伊迄个故事嘛是咧讲伊的故事。讲伊伊以前较少年的时阵甲迄个伊会煮迄个鸡汤互因爸爸食安尼伊咧讲迄个故事所以我会感觉这是一种的另外一种的一种的算做一种的迄个跨时空的连结啦。我感觉这就是这感动的。嘛有除了这个阿嬷以外其实嘛有这个阿嬷来过。有人遮找着，就想讲要摕来迄个要翕相，就随翕一个用手机摕起来翕一个，就甲传去。我就感觉这东西，真的讲这个画面拢足感动的啦。因为阮以前阮伫咧做2当前，阮是做，因为今年是做食的就是讲咱有一个料理这个料理呢，可能是迄个厝邻啥物人上熬煮的这个上熬煮的，伊佫有传互恁爸爸，无就传互恁妈妈这个这个料理是啥物种料理阮今年是做这阮迄个2当前，阮是开始做的时阵是做另外一个迄个做音乐音乐主要一个歌曲无但是一个音乐音乐这个部分是讲，因为我就想讲迄款是想讲可能有一寡一寡迄个啥歌嘛因为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阵，阮爸去骑奥多摆载我的时阵，伊就拢会唱一个歌
吼，记好朋友的耶稣啊，伊就是爱唱这个。啊，阮就讲，哎，谁爱唱这个？就讲迄个阿嬷最爱听这条歌。我就讲哦好，哎，阮即马阮即马咧伫咧上课咧分享的时阵，就囡仔就讲，吼，因老爸讲迄个哈，伊就上爱听迄个什么神雕侠侣啊。伊讲，我讲啥物神雕侠侣是倒一个版本的？伊讲迄个什么，迄个啥，迄啥，迄个上早迄个啦，上早一个潘迎紫迄个版本的。我讲哦，迄足早呢，伊就讲，对，因老爸讲吼，伊上怀念的，就是迄个时间。因为迄个时间呢，伊甲因等于说讲因阿公甲因老爸吼，规家拢坐伫迄个客厅伫遐追剧因迄群的追剧是安尼每摆六个迄个8点就开始看迄安尼迄是因种温暖的迄个我就讲那安尼恁安尼即马呢？你即马你有甲恁老爸做伙看这无？伊讲较无啦，大人摕迄个平板咧看。讲安尼你会使连讲你嘛会使做迄个，甲恁老爸老母，恁就做伙坐伫迄个客厅来看一个电影吼安尼。我感觉即种诶拢是一种诶甚至互因会当知影讲其实以前生活诶方式无共。过来就是讲，咱个甲顶一代佫较侪迄个，甚至讲加知影较侪因以前顶一代、顶一辈因诶生活，因生活诶方式，我感觉这拢是一种诶迄个学习啦，是，多谢我佫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伫要来美国即摆来诶时阵，你会去7个城市，是。因为每一个城市的台美人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故事有当时代的人是第一代，嘛有第二代，嘛有第三代台美人。你敢爱对你的活动做啥物调整无？因为这个情况。我其实我迄个我的设定就是希望讲咱比如讲咱做这个故事盘那个故事这个配搭的时阵就是这个就是讲时势来做这个配搭时代的我是感觉我的设定就是讲时代是来做这个加纸加这红纸啦加纸再加这个纸呢，其实是一个你若准为这个钉安尼看过加这个纸就是伫咧外口安尼内底就是算做这个时势做的这个伊咧讲的故事我感觉呢就是咱想伊面对咱的生命的时阵咱想迄就是一种的迄个传承的迄个感觉因为同款的伊是用内底即个咱为外口看咧用内底即个故事然后透过即个迄个即个加纸迄个加纸水的加纸的这轻安尼互伊的故事真正发光安尼嘛是一种的迄个甚至互伊的故事一个有好的迄个方式来表现出来安尼我希望是讲当安尼的时阵是当然是就是照我的设定跟其实也准无有当时是安尼我是一直认为是安尼啦就是讲因为这物件有当时有的人会感觉无反射我就讲我家己的故事其实嘛是会使因为我以前阮迄个2当前我捌摕这故事迄个故事顶去这网架遐甲因遐一寡迄个阿公阿嬷遐甲因遐的阿公阿嬷做这个迄个课程迄群去咧网架遐其实伊就讲迄个因为阮就无因为迄个因在上课的拢阿公阿嬷因就讲因的家己的故事大人讲的有当时也想讲因迄个因翁
旧年较过身去，因以前拢迄个手牵手伫迄个河边安尼看夕阳，迄马也讲，大家人就开始伫遐哭。毋过我感觉即个过程，咱像迄一种的疗愈嘛，就是讲你的心情嘛是伫咧一种的，你嘛是一种的抒发，因为你透过即个故事的交换，安尼，你就知影讲即不一样。毋过最主要，其实我希望的是讲，因为咱拢讲的是咱家己的故事，咱家己的故事其实嘛，甲咱的土地有连做伙，所以呢，咱自然咱即个交换即个故事的时阵，因为咱嘛是会迄个，变做讲咱对咱即个土地嘛是有迄个一个情感产生。无共的方式我感觉安尼，即就是我最主要我来做即个课程的目的就是即个部分。是。我即马甲阮即个今年夏天的那个活动海报贴在这个 message 就是下里面。若是你住的所在吼，你阮遮观众，你住的所在有较我这活动的场地，你会当来到底来参加呢？我想要讲，我们应该要开放给大家问问题，有没有敢有人有啥物问题要问武侯老师？若是无吼，我有一个问题要问老师。你即摆来美国除了这工作坊以外，你有你嘛是有一寡自己的家己的时间你有啥物所在还是啥物代志特别想要去做的？目前是拢无想到，因为对，因为咱。迄款我看到这个问题时，我是讲，敢若嘛，拢无。对。毋过我感觉会当甲大家人熟悉，我就感觉足幸福诶。就好，谢谢。若是遮来参加的人有想到啥物所在，武侯老师一定爱去，会当来甲伊介绍一下。谢谢。我敢会当问武侯老师一个问题？是。我记得我咧你咧开讲的时阵吼，是。讲你的学生内面差不多是1/3是县区，1/3台湾人，3/3原住民啦吼。所以你这个学区实在是一个真正较特别的一个所在啦吼。是。所以你安尼，你做一个小学老师下面遮个囡仔个家长吼，因用因的图来咧讲因的生活的故事啦吼。你来按你遮个故事来听起来吼，会感觉讲咱这个未来吼，台湾的社会会变成做啥物款啦吼？含你高雄，我知你是高雄嘛，而这个用这个无共款的这个生活经验吼，来教册经验，安尼时，你感觉会有啥物款的无共的所在？你对台湾的前途吼，的文化吼，迄个想到底是啥物款？我感觉两讲你个理事长吼，伊讲的问题真正足大。我感觉这个我可能无法度安尼迄个足简单几句，就当讲我这10几档伫咧教册遮吼，安尼感觉的部分啦吼。毋过我认为是因为咱算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吼，因为咱生活的方式愈来愈，等于说人拢住伫咧迄个城内嘛。城内的时阵吼，其实咱就甲咱的环境、咱的土地感觉就变做愈来愈无吼。甚至讲你就讲变做讲咱有当时咱就讲甲土地的连结吼，就变做讲拢断去
其实这部分就是讲，咱会影响到，就是你会爱这个所在无？因为你就是为其他的所在来遮嘛，啊，遮时阵会无工课，啊，我就搁走去别位，所以你就变做讲有一个对咱后一代来讲，你若想要讲，那遮无啊，我可能其实我伫咧遮嘛是占大，啊，搁来过一站，我可能无就走去你就走去倒位吼，啊无去倒位上班啊去创啥，所以伊就变做无啊，因为咱以我即马爱做的时阵就是讲，因为咱地方拢有一寡公民团体，伊即马做迄个社区营造啊这种的，毋过即种的人就愈来愈少。哦，甚至讲，因为我在安尼看，啊，阮迄搭遐，迄个吼，拢有一寡迄个，甚至讲做社区营造的，阮拢会熟悉，啊，熟悉其实就知影讲，其实安尼十几档了嘛是差不多，就是遮的人，哦，啊，所以我感觉嘛无啥物新的人会入过来做这个，迄个关心的人其实嘛无讲介济，我是认为我会算个较欢乐的是即个部分啦，所以我也希望讲，因为因来遮做，啊，我拢会大部分咧是，阮伫咧即个台湾遮做，我拢会限定啊，讲啊，恁就是你来先问的是讲恁阿公伫咧遮吼，啊因啊无就是因啥物时阵煞来遮，啊先为这煞来遮，啊伫遮有啥物特别的故事，啊咱为遮个故事来开始讲。因为我的部分拢会限伫咧阮遮是拢会限定，阮会为遮开始讲，吼啊，因为阮最主要是讲，因为阮的迄个伫咧遮，阮希望囡仔的部分是课程，迄个这个课程吼，伊会当去甲土地做迄个，甚至做一个 connect 啦，啊，我感觉即个部分是对我来讲是。现在我感觉是需要，正是讲搁较动作爱搁较紧的，吼来做这个代志安尼啊。啊，毋过阮即马部分就是因为其实你即马看我即个我即马做的部分，就是讲，因为我迄款开始2022年开始的时阵，是因为想讲会当搁加交我朋友，啊，另外佫一个就是讲，因为我伫咧即个台北市，吼，比方讲咱这城内底时阵，其他的学校，就是甚至讲我也要找迄个甚至partner 的学校来甲我做伙做的，这是拢无啥，就是讲无讲做好找的啦，吼，因为大家人拢想讲，迄个恁学校的课程，啊，阮嘛是咧做阮家己的，啊，迄个过来就是结构无共款，伊嘛无一定知影即个部分安尼，啊，所以我就想讲，咱反正嘛是迄个嘛是一年咧做，啊，所以就是想讲，我就当去外口找其他的学校安尼，啊，即马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来讲啊，过来10月了是高雄遐有一群老师因会来，甚至讲因嘛会来即个参与即个部分。啊，毋过因到底要安怎，我是毋知影。毋过因就想讲先开一个迄个工作坊啊，就是大家人先知影讲安怎创安尼，吼啊，即个迄个部分是即个差不多是安尼啊。慢慢啊，嘛是有一间有诶是学校来，啊有诶是甚至老师有兴趣，啊我就甚至我就教啊怎么做伙来弄安尼，啊所以我感觉你也不讲讲即个台湾新诶囡仔，新诶即个囡仔因到底是安怎？我是会认为过来一个就是讲各有其他诶问题是讲。因为大家人每一个家庭的迄个资源无共款，啊无共款时阵，我感觉即个部分，咩怎讲？即无共的家庭背景，其实因的想法都无共，啊，所以因会伫咧下伫咧即个教育顶悬的部分都无共，啊，所以有即个部分嘛是变做讲。甚至以阮遮啦，以阮遮来讲，因为
算做因无因的迄个社经的背景，因为阮遮拢算做迄个台北市算做较蛋黄边边啊，吼、边啊迄个，所以因遮啦，真正家庭的背景其实嘛无讲，就讲以规个台北市来讲，因就无讲较好啊，所以因要愿意投资伫即个部分呢，其实嘛，伫教育的部分呢，其实嘛无像迄个市中啊，请来迄个较济啊，所以我嘛感觉即个当做因的观念嘛，拢较旧啦，所以我嘛是即个部分，我嘛是想讲，即个嘛是阮爱未来爱去拍拼的所在啦。毋知影我都迄个回答到迄个两公理事长你的你的想这个问题无？多谢多谢。安尼歹势哦，今仔日安尼嘅情形有较特别啦吼，所以迄个节目嘅时间可能有较短安尼啦吼。啊，煞嚟咱较来少念即个咱对单位兄吼，一寡想法来甲分享吼，啊嘛同齐来下面庆祝啦吼，庆祝伊即个40即个86档安尼真精彩生活吼。安尼咱是毋是即个依林咱敢有啥物款要做一个结论，还是啥物款？哦，好，多谢。今仔日真正足欢喜有即个机会来甲人，甲你介绍阮诶计划啊，阮嘛足欢喜啦。丹武侯老师已经准备要启程来美国啊，我拄啊有看阮诶那个活动的那个海报啊，还有那个宇和老师的个人网站。然后，如果说你住迄个城市，我们活动的场地，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可以带领孙啊来参加这样，或者如果你的孙子住在迄个城市嘛，也当邀请他一起参加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我放了那个台湾世界人群像计划的脸书的网址。因为吼，阮咧拢会写记录放伫脸书顶。你若是有想要讲知影阮即马是咧创啥，你会当做啥物代志，你会当去迄个脸书看这样子。安尼我就来简单结束今仔日的访问。多谢你忍受我的袂认真台语。你不要紧，这个是咱要做的目标嘛，吼，咱大家要行速度爱共款。所以招一寡少年的来吼，特别是个一个咱第一线的即个国校的老师吼，来和咱互相来迄个安尼来学习啦吼。咁今日真拄好吼，你嘛会当来参加讲咱即个单位吼，伊本名是吴景如医师啦吼，咱而且大家来少年吼。今日实在是足我透早爬就较知啦吼，所以是较临时决定讲安尼咱。节目有若继续来进行吼，毋过咱有若吼用一寡时间咱来少念伊吼。咱即个论坛吼，即个当然是单位吼，伊是咱的共同的即个发起人吼。另外佫有即个信涵老师何信涵老师吼，伊是伫台中即个师范大学吼即个教授，台湾的教授。较顶下咱请伊来做共同咱即个讨论的主持啦吼。另外一位是张福柱医师吼，伊即摆人伫外口伫英国啦吼，所以可能线路啊，啥物款伫咧旅游的中间可能较无方便。伊拄则有含咱来做伙一个秘书啦吼，过来迄个明美姐吼，就是即个单位医师的夫人吼，伊嘛有伫中间吼。伫即个会前的地方，我有加减下面讲1-2分钟的话吼。我感觉安尼真安慰啦吼。当然是伊真毋甘吼，毋过伊含单位遐因对生命的即个看法吼，实在是拢真一致，会超过讲咱一般人的即种的伊就算讲真人啊开放的心啦吼。所以咱较顶下来明美说你若感觉讲你有要分享啥物款吼？你就拍开麦克吼，来讲不要紧吼。当然你若感觉讲即个代志足哩啦突然啦吼，你嘛还袂想讲
要讲什么款话吼，啊来孝念吼你的翁婿吼，咱以后咱会搁有机会，咱搁另外搁吼，等咱网络咱搁来筹备一场安尼吼。我先起一个头啦吼，我先起一个头吼。啊，较顶啊，比如讲咪咪姐，你若要讲即个补充讲拄则你甲我讲的即个代志吼，啊嘛欢迎，啊若无嘛袂要紧啦吼。其实是即个单位遐吼，伊着癌吼是代志是几啊冬啊啦吼。啊，毋过伊即个中间的时阵吼，有若拢足安尼积极咧写作，啊嘛足积极咧参与遮个一寡咱遮个活动吼，所以足侪人检测毋知影讲哦，较真啊突然，其实伊即个代志无突然啦吼。啊，互我印象上较深的，就是差不多2、3礼拜前的款吼。啊，伊写一个，伊写一个，伊用迄个啥物款呢？伊用即个一个文件啦吼，简单写几句讲 thought of the day， 就是讲伊每一日咧想啥物款。啊，伊写一句吼，我感觉写安尼吼，啊，可能我咧小可知影讲，伊可能是咧我过时啦吼。啊，伊安尼写吼，我用记忆的啦吼。伊讲吼，你互我的，也是讲恁互我的吼，我拢已经有收到啊。啊，我会当互恁呢，我嘛拢互恁啊吼。男做伙，这是永远的性命。所以伊是用即句来讲啊，我会当互恁呢，啊，拢互恁啊吼。所以我是感觉伊即个人生观吼，实在是真正会开阔啦吼。啊，我是甲伊讲，毋免遐尔较早3时啦吼，咱要搁永远会有搁见面的机会啦吼。咱遐见面的机会，有可能毋是伫即个世间上吼，有可能是阮逐个伫遐咧做伙咧少年你，啊咧做伙咧读你的遮个诗也好，读你的文章也好吼。啊，咱伫灵界吼，讲伫精神方面，咱会搁相会啦吼。我迄阵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啊，若明咪姐你若方便吼，你敢有要拍开麦克，甲阮讲几句啊吼？啊，若无吼，嘛袂要紧吼。啊，当然你嘿，明咪姐你敢有伫遐？哦，可以啊，可以啊，啊，可以啊，他到底开袂开？OK，呀，伊是足勇敢的啦，伊到最后1分钟拢足听完的，伊拢无讲安尼，安怎讲？伊拢足配合的啦吼，若听的是，有时讲哦，安尼等遮久，才要来甲我处理安尼啦吼。啊，到最后，伊就是足平安啦，因为伊就一直等伊迄个双生妹妹对台湾转来甲看，啊，2天后教授过来嘛吼，伊就足欢喜咧。啊，迄个在伊颁奖互伊时，伊就反正就足欢喜就对啦。真心实哦，伊就是咧等蒋教授来，啊，这样等着了，奖互伊了，迄下晡就开始，就毋徛讲就较毋知人啊，就对啦。啊，伊就毋知你讲啥拢听无，但是有时你甲注意听。哦，伊吼讲咱台湾话，讲英文，啊，佫会讲中国话咧，讲几句啊，啊，你共骂，啊，讲中国话，听起来解释是安尼啦吼。就过长日，过2日后27嘛，就昨吼，昨时是伊的生日。阮知是伊虽然听无清楚，阮了咧甲 Happy Birthday， 但是伊迄个下晡，伊就决定要转去啊吼。甲看起来真平安，真迄落安尼，所以迄落
伊有几项啊小故事，就是讲，伊捌甲我讲诶，讲伊会当写台文吼，有迄个时间写台文，啊，毋免看到逐项代志，就是因为伊有医生即个头路啦。伊讲伊做医生有固定诶收入，伊毋免烦恼讲要安怎生活，所以伊就会当去写台文啦吼。伊真欢喜讲，即摆看到遮济，像恁遮诶朋友吼，大家拢有咧努力为台湾咧拍拼，所以伊足放心啦。伊头拢想讲，啊若无人接手着，足拍算哦，咱台湾话遮水，啊，应当爱有台湾国吼，啊，伊当然爱讲，大家甲台湾话扣转啊。大家讲台湾话，啊来学一些台湾字啊，上重要就是讲，甲咱即个台湾的文化，人甲扣倒转来，毋好互无记。啊，伊捌讲，伊讲最后就是爱甲汉字除掉啦。伊讲人甲汉字，若有汉字，就是甲中国高甜啦，甜袂清啦。所以汉字上尾就是爱甲除掉啦，像咱越南、韩国、人印度，足早就大家看清楚，就感觉甲除掉啦，安尼就袂对啊高甜啦，呀，真多谢大家，我真欢喜有遮尔济朋友，大家同款的理念，我简单安尼讲者呀。多谢平美说吼，我真替恁欢喜啦吼，恁翁仔某斗阵遮尔久吼，会当安尼共同吼，为即个咱台湾台湾文化来咧拍拼，这嘛是真幸福的代志啦吼。无毋对，我足幸啊！吼，我遇到伊是我一世人的幸福去啊！我嘛有甲感谢，我讲我遇到你吼，你互我一世人遮尔，咱讲台湾话讲好命啦，吼！伊有甲我讲，伊嘛是共款。一点我替伊欢喜的，就是讲吼，我会记得差不多几个月前哦，我咧含即个周慧文教授咧烘焙的时阵吼，伊又讲安尼，伊讲要迄个吼，伊讲伊会等你啦，讲伊会等的，所以是这个等着了，伊放心。就随安心，随安心等去，搁敬伊的生日共一日，呀。所以多谢大家呀。安尼，新汉你敢有要啥物款吼？你嘛来斗这个就是听明美姐啊，头拄咧小解真感动啦。其实迄个吴医师啦，甲明美姐啊，翁仔某的感情啊，是足好的嘛。这咱大家朋友拢看会出来，足感动的啦，就是其实嘛讲起来嘛是真毋甘啦。我今仔日我有一个学生啦，伊伫迄个 FB， 就是迄个即马是研究生啦，阮的研究生，伊伫 FB 咧po嘛是怀念迄个吴医师啦，当然伊甲吴医师个人无遐熟啦，但是因为我上课拢会互因看啦，伊就po讲因为毋知是毋是因为是正课的关系，因为迄节课是就是讲文学组迄边必修，伊讲伊才会互读迄个乡树补给甲美丽上罗拿啦，但是伊讲伊家己较介意的是放贴甲最后的玫瑰安尼啦，就是伊其实嘛咧怀念迄个单瑞医师啦，因为即个我上课时我这个要安怎分享的这本啦这本就是迄个永远的故乡啦单瑞的台语文学选啦这本这本是我手头的册内，就是单位的册内底上早的一本安尼啦内底内底其实伊的画头就是这本册我
对我来讲意义真大啦，因为除了伊是单位兄啦吼，就是就上早的作品以外，歹势我安尼大家才较看有对吧吼？伊内底迄个目标内底啊，伊画头第一是迄个郑良伟教授写的啦吼，就是迄个梁根兄的兄哥嘛吼，就是郑良伟教授写的画头啦吼，这两位先辈啦吼，就是迄个吴医师甲郑良伟教授拢对我是影响足大的啦。我拢会上课的时吼，拢会除了互因读这个，因为这个美丽长老若是战后台语小说，差不多是上早开始写迄3篇其中一篇嘛吼，等于讲是台语小说的开始，我拢会先读这。读这以外吼，我一定会互因读这个。2篇画头啦，一个是迄个郑良伟教授，一个是罗文杰啦，罗文杰先生伊写。郑良伟教授写的咧后壁最后我就是我拢会甲学生提醒，最后有结论有2句话啦，一个是讲台语的书面语较有深度，较有长久性，较有整合性嘛，较有本土真实感安尼啦就是迄当阵大家也无啥物人咧写台语的时郑良伟教授就讲迄单位医师就开始写台语安尼，所以伊到尾后一段佫讲即个单位台语文学选集的出版，就亲像作者的名共款。伫台湾文学界弹出第一声的春雷，相信这本用5年的时间完成的文学选集，会带动台湾小说界行入母语创作专心的纪元。台湾人用母语文学来沟通感情、传达信息的新时代就要来到安尼。就是我来讲这个单位兄啦伊这个台语小说的创作啊其实是对规个后壁啦后壁这个规个台语进入文学啦、进入经典啦实在是帮助真大呢除了这本以外，我上课会个互迄个啥同学啦同学一定会看这个乡树补给的片段啦乡树补给的片段安尼这个乡树补给的地位，大家就毋免讲嘛。这个台语文学内底目前唯一一本大河小说，而且伊这个写甲实在是有够好诶我嘛一定会点互学生看讲这是2016年的事这个单位兄伊是送互我安尼啦伊就面顶有伊的签名啦，这个版本啦，这本，我手头其实还有另外一本啦这有啥物意义啦因为2016年是我第一届去北美的时阵啦北美迄阵去巡回8个都市嘛迄当阵去到 Toronto 的时其实遐个人啊，像秀湾子啊、单位兄啦也是迄个国基兄啦就足侪朋友啦，迄拢是以前敢若听尔，我拢毋捌见过，真正见过面啦。以前拢是知影，互相知影啦，毋捌见过面。但迄届去遐的时去遐是大家就是就热情的安尼啦就热情的去遐迄个吴医师，我今日铺伫我 FB 就是2张相片，就是吴医师迄当阵就摕一个加拿大的原住民的迄个破链啦就挂伫我的迄个阿妈棍遮啦就甲我讲这是因迄个加拿大原住民表示讲你是阮族人。接纳你就是就感觉你是家己人的迄种代表物安尼伊就讲所以你来遮，我听到以后足感动的啦足感动因佫甲我讲有真侪迄个像 Toronto 因遐有真侪朋友啦以前对因为是受过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啦，所以对政府机关拢无啥信任，毋捌咧参加政府的活动是因为我要去大家知影讲是家己人要来才愿意出来承办参与安尼所以我听了以后真正是足感动的，所以这个2016年这本乡树补给对我来讲意义嘛足大的啦足大的呢，所以就是伫迄当阵啦就是开始熟悉，真正甲单位兄熟悉嘛，到尾佫有去因兜参观迄个伊伫台湾专工运过的红棉城，我看讲哇，专工甲红棉城伫台湾
运过去加拿大呢，这实在是哇，就是讲，就是算讲一个趣味的过程安尼啦，吼啊，所以单位兄啦，吼是我足少年的人格者啦，吼，伊真正是对家己足严，就是对家己要求足严的，但是伊对人啊，吼，对朋友啊，吼，拢是足亲切的安尼吼，所以啊，实在听到迄个消息，实在是真唔甘啦，吼，真唔甘啊！不过我相信上帝看顾好人啦，吼，就单位兄啦，吼啊，就是已经去上帝遐嘛，先行一步，吼啊，咱大家啊，吼，早晚嘛会伫遐见面啦，哦，迄当阵大家才来开讲，哦，讲即个谈天说地，讲台语，讲文学，吼啊，讲人生啊咧，哦，实在是真少年啦。我就先分享到这啊，嘛感谢明美姐啊啦，吼，嘛感谢明美姐啊，哦，明美姐啊，就是你因为有你啦，吼，会当安尼讲啦，吴医师才会当创作这侪作品，因为你的支持嘛，吼，啊，恁翁仔某的感情是嘛真感动啦，吼！啊，你家己嘛好好啊保重，吼！多谢。到这。呀，拄梁公先生有咧讲，伊写迄个诗吼，伊最后有写两个诗，就是一个台文的，一个英文的啦，吼。啊，阮嘛有甲翻做台文啦，吼，啊，甲翻做英文。迄个梁，嘿，我就是这虾米花迄吼？毋是，我读互你听一下吼。英文的吼，就是梁公兄头拄讲迄个吼。伊讲 To you, I have given everything. To me, I have received anything. All together, they call it love, the greatest gift of magic of all. 对你，我予你一切；对我得到一切。这一切合起来叫做爱，是上奇妙、上宝贵的礼物。啊，搁另外一个是用台语写的吼，伊讲我会伫这个和平的所在，甲恁祝福，甲恁做伙，流欢喜的目屎。啊，英文伊是翻做较小可无共，但是共意思啦吼。I will be at a peaceful place, searching for you until I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tigh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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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on't let you go until we share tears of happiness. 啊，伊即个英文翻的是，伊就用咱台湾话咧形容讲，红红红还是浅浅浅白白白，迄个意思，伊就形容三界 tightly tightly tightly。I will hold you，呀，咱简单甲大家分享伊最后写的两篇，介绍毋知虾米人要求，拜托伊写落来啦，所以伊最后有写落来呀。啊，多谢明美的分享。呀，甲大家分享一下呀。啊，迄一日吼，迄一日离网络的颁奖，阮是放一个相片，尾仔才发现讲伤少，有一张是伊家己自画像啦，伊家己画啦。一个人画一个伊家己的面相啦，诶相片啦，可能啊有机会啊，再播互大家看呀。伊第一摆画人像啊，画伊家己啊，就画甲足像啦。呀，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下呀。good help呀。我是迄个到6月5月底吼，伊还个含我咧通批啦吼。到差不多我看觅啊，我上尾啊，也互伊的批吼，伫6月
几吼，伊还佫有读。嗯啊，上尾啊到6月17日款我到6月17写互伊吼，伊就无读啊啦。呀啊，因为迄个中间吼，伊是有讲啊无吼，你伊是足认真的人啦。吼，我伊是足拍拼、足认真的人。因为到伊咧拍拼，伊咧讲啊，伊即马迄个讲话腹肚会疼啦。吼，所以伊无方讲话，啊，毋过若是用听的吼，用写伊拢还佫 OK 啦。啊，所以就是加减啊，下面讲到尾啊，我看卖啊，伊上尾啊，应该是有读的时阵，应该是6月初。我这个时间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6月，当时6月初二拢佫有读啦，吼。啊，伊是咧鼓励讲我用 AI 吼，啊，甲伊个 file 吼，佫 rewrite 吼，就是讲用无共款的时间佫 rewrite。啊，所以我是有用这两个，就是拄啊，伊迄首这是啥物花啊？这首诗啊，我有想讲啊，请 AI 去甲解说一个翻译一下吼，啊，伊做啊，我嘛送互伊。啊，上尾啊，就是6月17吼，6月17，伊有讲伊分享一个伊最后一个迄个中篇的小说，叫做《乐寮啊的秘密》啦。这改成还未出版的款吼。还未出版。乐寮的秘密吼。啊，我是怎啊用迄个，我用 AI 无，啊无你甲写一篇文学评论啦吼。啊，我送互伊，啊了伊就拢无读啊，到6月17的中间伊就拢无读啊咧。呀，我拄则实实讲者足歹势，伊的手机就尾啊，有人甲伊联络啥，伊拢无回，伊就是拢无法度回啊。我嘛拢无时间去甲看，呀，而且甲大家回信咧，呀。无，我嘛是知影讲伊迄个情形，所以我到尾我嘛无啥敢搁继续含伊迄个讲写伤济互伊，因为我惊讲哇，伊安尼离迄个伊个状况毋知是啥物款安尼啦。呀，伊尾啊拢无法度看，无法度听啊，呀，呀。不过伊是真平安去啦，呀。对。伊拢讲伊足爱我，阮大家嘛拢甲讲阮足爱。呀。啊，上尾啊，大家拢牵手牵做伙呀。所以我想是离伊身边的人吼，当然是你的家庭吼。我做伫身边的人，有来拢会当感受到吼，伊的迄个疼心啦，啊，尤其是伫即个有咧参加论坛的时阵吼，啊，伊咧分享一款物件的时吼，啊，伊迄个感情吼，啊，拢安尼自然安尼就流露出来了吼。啊，无咱比如说你讲要个，你会当随时个讲啦吼。啊，咱迄个战胜遐嘛是咱这论坛吼，咱不时的这个主要的贡献者之一啦吼。啊，所以我想你应该嘛有足侪话想要踮遮安尼，大家社会提出来笑脸安尼啦。我3、4年前有听人甲我讲吼，有一个论坛，讲水准真悬啦吼，有人小解我来参加，我就遐真是起来吼，这是有深度的论坛啦吼，我上介意的就是讲有一个叫做陈瑞先吼，主持人梁光兄拢会叫伊起来发表一个感想安尼吼。这个讲的足有条理吼，佮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吼，佮分析吼，感觉讲哇，这就是老师级的啦吼，我就真欣赏有当时伊佫会去问问题吼，佮针对问题吼，佮甲迄个讲者佮叫伊佮深入佮分析吼。我感觉回答问题甲问问题，哇，这就是这莫怪大家叫陈瑞先啦。
我在你发现讲吼，遮尔买手，我才一直发现讲，伊是足重要的人吼。尤其我大家讲过啊，有一寡著作啊，吼，啊，有一寡发表吼，哇，啊，拢诚精彩。啊，我有当时还佫看到伊伫月刊顶头吼，台湾通信顶头，佫有一寡文章吼。啊，我来伫了解讲，这个遮尔好的人哦，这个敢若是台湾新书啦吼，台湾新书，咱台湾新书哦有一寡特色啦吼，我会记，我对这较趣味啦吼。陈慧仙哦，算是台湾新书啦吼，啊，就是古典的人哦，也是咱真珍贵的物件，渐渐哦愈来愈少啊。我是讲，这个台湾新书后壁还佫有伊的牵手是写做什么款的安尼啊？但是拢无机会吼，甲夫人见着面啊！今年初吼，旧年初啦吼，因来去温哥华参加这个巴比酒妇女会啊！我真好运吼，会甲明理这熟悉吼。坐伊的边啊，然后，我就讲我人啊，我就讲讲，你知你知影你嫁着一个吼，真重要人，你知无？伊是安那变成遮重要人吼？你先甲我讲哦，你毋知哦，恁老师哦。伊啊！伫写文章的时阵哦，我拢袂使讲话咧。我吼，咧走骹袂使做，安尼啊，着爱点心，安尼保持安静，互伊安尼安心，当个写著作安尼。哇！我才知影讲哦，最成功的人后壁有一个，佫较成功的女性在支持啦。伊讲哦，伊啊，你啊，做得出一声哦。伊会真生气安尼啦！讲我你做出名人诶，阮迄个后壁人名人之后吼，迄真辛苦。伊讲我对啊，我真辛苦啊！讲啊，你若我问你这，你敢袂使个出一本册叫做《名人之后》吼？这本册一定比恁红婿更较畅销。伊无遐歹啦，伊是讲，你若出声就会甲我插着啦。你啊，这就是讲哦，伫种哦，安尼提供哦对方较好的条件吼，啊，互相尊重哦，这就是哦，迄个红某吼，就是红某斗阵哦，是最高的境界啦，欣赏伊的缺点啦。哎呀，伊拢差不多8点就去困啦，啊，早时差不多可能4点遐就起来啊。啊，去病院看患者以前，迄个差不多3、4点钟咧写文章啦。伊讲迄阵伊上清楚啦。对啊，对啊。我叫恁兜大迄天，迄几工啊。我醒起来，伊就坐伫咧桌仔顶，点家己坐伫遐。拢讲迄阵啊，伊灵感上好。对。我所在是讲，伊的作势创作来源拢伫网面，网起来了，伊拢简单，水会记水写过去啊。了有时间坐落去，了较个一直写，是毋是安尼？我讲安尼敢对？有啦，伊的故事内底吼，真假啦，足济拢有真人啦。伊则佫甲佫小可加诗啊个一个安尼，嘿，呀，咱吼，呀，好，梁公兄你讲，呀，我讲了啊。咱这论坛内底吼，少年的、老的拢有啦吼。除了咱今仔日主讲的这2位拢较少年吼，来咱这论坛吼，伊即摆拢固定讲，拢甲咱主持一个每个月第1礼拜的节目吼。咱是毋是讲请论坛？咱了一寡少年像迄个受迄个谢文医师啦吼，不是有出席吼，个迄个
有样吼，咱加减准备，若有啥物话吼，当来讲一下吼，总照恁的心意吼，毋免勉强啦吼，恁若准备好，你就莫话过吼。迄个论坛你敢有伫遐？论坛袂要紧，伊若无咱先互阿秋吼，阿秋无你，咱论坛还袂无入来先，你先来讲好无？好，歹势，我拄啊，竟然无关麦句。我迄落有伫迄个 FB 迄落，今仔日啦，今仔会写，今仔有写一个底片啦。我念我写迄伊永远徛伫时代头前的少年家。看伊精神满满，活力饱足，大细汉好，熬工招好。伊读台大医学院，出国了后，学着白话字，开始大觉醒。逐工透早4点精神，开始写作，到8点准时去诊所看诊。拍拼用台文甲咱的历史写转来。伊有2个故乡，台湾甲加拿大。想起伊伫2冬前，伊转来台湾参加单类文学节，活动结束了，专工带阮一阵读册伴，去伊的母校台南中学参观，去伊以早读册的教室，去市内行踏，了解伊小说内底讲到的所在。阮有疑问的时，阁叫阮先想看卖，逐个来激头脑，实在真趣味，阁真甘心。虽望伊3岁伫加拿大的半暝过身去，毋过伊的精神永远留伫阮的心肝头。多谢。哇，多谢。阿秋多谢。多谢。我内底有教相片，有一张我甲明理姐做伙翕，我有甲注明讲，感谢明理姐照顾陈雷生，咱才有遮尔作品通欣赏。多谢多谢。所以恁是伫迄个高雄迄个单位文学节，迄阵啊熟悉呀。迄场嘛足精彩，足宝贵回忆。我对阿秋的印象上大，就是阮去住旅馆的时，伊坚持讲爱用台语甲服务。系的，咱大家拢爱坚持啊，无拢互拖咧说，阿秋加油加油！多谢，我甲阮兜的狗嘛拢讲台语的。赞，安尼有希望呀。我迄落下晡写迄篇，我头仔佫有要我尾仔佫想着讲吼，应该爱甲写讲吼，咱爱继续吼写讲台语写台文，甲咱的文化历史拢甲捡转来。对啊，拢咧替中国人做代志。有影，即摆就是有 Facebook 吼，这消息传足紧的吼。一个安尼加拿大发生的代志，即摆咧 Facebook 我看足侪啦，足侪人拢有咧播啦。安尼吼。包括我一寡安尼较苦仔外的人吼，较无熟悉的人，拢嘛有咧讲这对单位的效力。若较有人迄网络较厚的吼，拢会当甲遮拢总个捡落来。我做几60篇。我 FB 足侪，但是几60篇拢咧少年单位兄，就该规天拢是。用台文写的较通捡着啦，用中文写的毋通啊。来，即摆有啥物人无？有要去讲无？我想是逐个人拢有足侪要讲啦吼，咱免说你啦吼。
啊，无你个新闻医师你敢无伫遮？恁爸爸医生吼，啊，你嘛新闻医师嘛是足咱即个足重要参与者啦，吼，伫咱论坛吼。伊遐较来，我麦克开开啊，吼。大家好，我听到这消息，虽然讲进前确实嘛是知啦吼，有听到进前龙光兄甲魏文教授咧讨论时阵，啊，毋过真正发生的时阵嘛是拢就毋甘我前几工嘛拄好一个时代过身去，吼，啊伊个较少年啊，毋过嘛是主要迄过程算真辛苦啦，吼啊，所以头拄听着讲，单位兄离开的时阵足平安，我感觉嘛足安慰，啊，而且佮想着讲以前伫遮听着足侪伊的即个智慧啦，吼，所以我感觉，真正无简单嘛是连伊离开的时候，我感觉嘛为伊身躯顶学习着足侪物件安尼，所以嘛真非常的感谢，对以上。多谢迄个新闻医师的分享，伊是伫成大的精神科的少年医生吼，今年才40岁了吼，所以咱这论坛内面足不止多元啦吼。啊，我佫看到迄个武阳啦吼，你若方便，你敢会当来讲几句话？大家平安。我是真感谢单位神，就是当然我是伫武汉肺炎迄当阵才接触台文啊，嘛是因为台湾通信才知影讲就是台语有问题安尼我上感谢单位生，就是因为伊伊嘛有写真济，就是伊望较少年的朋友，就是应了解的代志，就是毋管是对台语文，还是对台湾，还是就是感受到伊对就是少年辈迄个疼心对台语文的疼心就是因为当然拄接触的时阵台湾毋是真好毋过就是因为伊写的特别是遐个好生朋友的遐个是较就是较白话较简单了解所以因为伊遐就是学着真济嘛，因为安尼就是因了解讲就是因真正真看重罗马字这部分就像拄则明理姐有讲的就是真正感觉咱爱继续拍拼，就是为着台语文用脱汉用就是行出家己的路安尼嘛真感谢龙光兄有办这就是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安尼以上。多谢武阳的分享，我想单位兄听到一定会真安慰啦，吼，真感安尼。伊一定足欢喜的啦，遮济人吼，
嘿，来同齐做即款代志呀。啊，个少年个会当安尼，吼，有咧咧接续落去，吼，呀。咱无爱嘛无爱互台湾的人拖伤晚啦，吼，所以咱差不多去5分钟啦，好无？所以若讲，我无点着名吼。咱主动拍开麦克来讲啦，吼，啊，我只有看着国华姐啦，吼，国华姐是善利的个，伊介先毋捌欠食过啦，除非讲伊出外，伊介先毋捌欠食过吼。啊，国华姐你敢方便？你嘛先较方便讲话。我是感觉讲足感谢吼，我会当参与伫即个论坛的即个内面吼，啊，我真珍惜大家的努力，为着咱的台语的文化吼的延续吼，这就是我无欠缺的主因，就是讲台语是咱像头拄仔咧讲，一定爱扣到电话，咱家己的母语毋通袂记住吼。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我逐遍拢一定会参与。但是我上深的印象就是单字医师，当伊逐遍伊拢会讲一寡伊的看法甲结论的时阵，我足尊重即个单字医师，我感觉足好的，啊，互我学习真济，所以我真感谢咱即个论坛，吼。咱即个论坛实在是，大家拢总，尤其看到这少年大家拢会努力吼，我嘛感觉足感谢，咱台湾实在是有将来会搁较好，吼，会搁较好，啊，咱大家搁拍拼认真，啊，我嘛感谢参加咱即个论坛，会当参与伫即内底，我感谢，啊，我绝对袂缺失。是因为我学习真济，我足感谢，多谢。多谢，迄个国华姐的鼓励啦吼，我当年嘛听着说吼，感觉讲哇，安尼伊所做的吼无空啦，吼。伊笑甲欢喜甲，笑甲欢喜甲，对。啊，咱还佫有几位无讲着啦吼，啊，迄个看恁若方便讲，迄个 Carol 吼，啊 Sherry 吼，啊洪忠兄。啊，个论坛啊，论坛你敢有伫咧？还是困去啊？困起来管哈。来，啊，迄个洪忠遐讲。我洪忠啦吼，我伫台湾分林好尾。哦啊，因为我是参加瑞士台语社吼，啊管举办的即个单位作品的阮的读册会啦，一个月吼，单位先拢会来甲阮参加即个读册会，啊，阮会提出即个问题，阮读伊的短篇小说吼，也是长篇小说内底的问题甲请教安尼啊，我就感觉学单位先做亲切的吼，伊拢会甲阮解说安尼，解说甲做诚清楚安尼，嘿啊，我就感觉即个人哦，我无简单，嘿，做医生人啊，遮亲切安尼。即讲低声下气啦吼，我感觉足欣赏的啦，啊足怀念伊嘿，啊感谢大家，以上。多谢。呀，所以迄个单位遐参与面足快吼。伊迄个读册会吼，拢有录音啦，啊管拢有录音嘿，所以我拢也听得到伊的声啦，以上。真欢喜恁迄阵啊有创即个读册会，互伊有机会甲恁大家做伙。永金兄，咪这歹势，我是 Shirley 吼，你头拄甲我点名，所以我来遮甲你请安。今仔前几日都有看到伟文教授去加拿大吼去颁奖吼，我心肝就感觉讲，哎呀，这希望这代志毋通发生，啊嘛是已经发生，吼，伫遮甲明美姐吼，甲你请安，甲你安慰吼。多谢。你知影我啥物人？我到伫 Houston， 恁2年前有来 Houston， 你北美洲妇女会来 Houston， 是咱逐个有翕一张台语人的相片，较足完体，甲阮大家咱
咱咧对甲大家，莫讲着我是袂晓推送啦，我是咧对咧大家行啦。啊，我因为阮先生的关系，所以我有机会来参加。即拜六早时的迄个论坛吼，我去，互我知影面捌着迄个陈瑞先生吼，吴医师吼。啊，我转去台湾的时，我住伫台南啦吼。啊，我台南的厝吼无电视啊。啊，所以我就拢走去图书馆吼，我住中西区吼，图书馆吼去借册啦吼。啊，遐吼有陈瑞医师的台语文的册啦，吼。啊，我有借来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台湾吼，迄图书馆吼，一般图书馆吼，台语的册吼，啊，佫算足少的啦，无介济啦。啊，是讲这是台南哦，这是台南迄个市内中西区哦，都已经无讲足济吼啊。别个所在一定是免讲啊，这是我有较对台湾的图书馆有较失望的所在安尼。不过吼，我真甘心伫遮。熟悉到伊，我搁转去台湾借着册啊，我真欢喜安尼嘿，直接甲你分享一下。啊，多谢。而且去看到青春遐伫遮吼，啊毋 Carol， 啊咧差不多，大家拢有机会通讲吼。啊，最后咱较请咱即两位主持人少年的吼，当我讲安尼，恁无意中吼，安怎走落来即个咧安尼咧少年单位吼，啊检查你嘛可能毋知捌毋捌，我毋知啦吼，啊所以最后若要结论的是，请恁安尼讲几句啊，对今仔日即个吼，咱即个少年单位即个会吼，啊做一个小可感想的分享安尼，好无吼？啊，青春兄，你感觉够厉害？你麦克无开吼，开啊！无听到你的声啊，青春兄。好，即摆开始讲。啊，可能伊麦克有问题，听袂到伊的声。好，我听袂到你的声，不要紧，安尼。论坛也无伫咧吼，好，啊无咱就时间嘛差不多啊吼，啊是毋是讲迄个武和含即个，啥物人佫有开吼，还是讲信函吼？好，无信函你来做最后结论啦吼，啊，迄个咱请即两位少年家吼，尤其是我嘛真爱听即个伊玲的想法吼，我知影伊的训练是伫个人类，迄个人类学，人类学吼，伊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啦，吼啊，所以对即个观察吼，应该伊的时间真提供咱真好的好啦，吼，来，请伊玲吼。多谢我感觉我参加即个论坛伤晚。无机会会当甲陈瑞先生学较济物件，啊，毋过多谢恁以前有足济记录，安尼我就会当转去看以前的影片，会当甲伊学较济物件，啊，真正是足欢喜有即个机会会当来了解台湾话，嘛是就水的，是一个就水的语言啊！我较见笑，阮阿嬷甲阿公是台南，嘛是台南人，啊，毋过伫生活，啊，毋过我的台语就是就袂转转啊！啊，毋过即马我住伫印第安纳，我每礼拜拢会甲我的同事做伙食讲台语食便当，安尼。希望有一天，阮的台语拢会当进步较济，当邀请搁较济人来参加阮的便当corner。即马请武和老师来讲几个话。我感觉伤万熟悉逐个人吼啊。所以我就比如讲，我今日是透过咱台人的迄个对伊的笑脸啊，
知影吼，即个陈瑞香伊个故事，啊，伊个历，伊是，感觉上伊是一个对咱在台湾的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迄个文学家，希望我嘛想讲，其实阮伫即个学校阮即个有迄个啥物啊，台语课嘛，台语课其实囡仔是因为伊会使选无共款的迄个母语，所以有当时因就是即两档就选这，迄两档就去走去迄个选客话，过两工去走去选迄个原住民。所以其实因嘛拢无讲一个迄个种台湾话就一个真正学好势。我无感觉这，因为阮嘛是咧讨论讲，是毋是以后就爱互因选了就爱为头选迄个读到尾，袂使安尼伊迄个一时要学这，时要学迄，安尼刷去，安尼感觉，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认同的问题。所以我是认为讲，你既然你要学，你就要不物件学好势。就我这无啦，就是讲，我透过大个人的讲，迄个恁对即个少年然后我就想着讲，这是阮即个有即个阮即个部分，我会使迄个来拍拼的所在安尼。OK， 是安尼。多谢，我想等你听着嘛，听着恁两位安尼嘛，足欢喜啊，呀，一定足欢喜的。咱推广台语毋是技术层面啦我是思想认同佮爱用无共款的各行各业的角度来切入咱即马有即个人类学佮有即个艺术家，佮第一线的教育家安尼我想爱有多方面的角度去推广台语文化啦所以台语毋是讲语言技术性的，迄嘛是开始即个文化的展示啦感觉佫有人还袂讲着，想要讲还是即个信涵老师要做结论进前恁若还佫有话要讲，麦克拍开。我会当讲啦你会当听着有听着啦对。好，我大概20年前来上迄个台湾通信的时阵，我有读到迄单位遐的文章实在讲我来美国，我差不多毋捌做一个查甫人毋捌哭啦。我读到伊的文章，我真正家己安尼哭足久的。迄实在是，这是我感觉讲伊写的文章真正插到迄心肝，插到做一个台湾人互迄国民党欺负迄种心情，规拢出来。然后我毋知你讲陈瑞生伊写的文章值得真正去摕去诺贝尔得到文学奖啦。伫我的脑海内是安尼。伊即摆都已经今仔日听到迄个心情实在是替伊。当然头有咧讲安尼真平安过身，安尼也是真安慰啦。好，安尼我讲到遮就好。多谢。拄则你咧讲，你读甲安尼袂输，你来切着其实这我想着讲，咱离即个高雄的陈雷文学节伊迄个有一场就是郑雅怡又来分享伊是讲即个陈雷的台人啦，你看伊的文学的台人，伊是咧写迄段乡书宝记其中一个查囡仔去反抗的迄种台世界压迫者迄种伊讲伊描写迄个中间，互伊感觉这陈雷咧，互安尼少年仔安尼你足迄个现场感安尼陈雷的台人，让我想着这安尼若无咱是毋是请谢海老师来做一个结论？
敢听到我的声？诶，会啦吼。我想啦吼，今仔日这场论坛啦吼，就是咱即届咱的迄个系列的论坛内底真有特殊意义的一场啦。因为咱今仔日遮纪念咱的共同发起人即个吴医师啦吼，陈瑞生啊。我想大家对伊拢真孝念啦。伊确实嘛对台语文、对台语文学有足大的贡献影响。我想要最后啦吼，伫遮引一段即个希伯来书11章第4节的迄个话啦吼，伊讲啊吼，伊就安尼得到上帝的接纳，伊虽然已经过身，要得讲话啦，吼，就是我想啊吼，单瑞兄的即个位置啦，吼，就是讲咱要继续甲台语文啊、台语文学甲传出去啊，吼，即个精神啦，吼，甲伊对朋友的关怀吼、热情，吼，我想咱大家拢会继续甲发展去安尼啦，发展落去安尼。等到有一天，咱大家伫上帝的面头前，大家相见的时，吼，大家才个做伙讲啊，咱到底做偌济，吼，安尼就是感谢明美姐啊，嘛欢迎明美姐啊，未来吼，直来甲大家开讲安尼吼，咱就是安尼，咱大家继续拍拼吼，就是甲单位兄的迄个精神拢甲传承落。好，多谢大家努力。多谢。我嘛引用迄个保罗一句话啦吼，讲吼，我单位兄吼，伊应该守的道吼，伊拢有守啊吼。迄美好的精神吼，伊拢嘛有精神啊，吼。所以当安尼伊安尼会当真平安吼，安尼去吼，看到这少年家咱遮大家兄弟吼。姊妹甲伊安尼伫遮咧甲笑脸安尼吼。明美姐，我知影你安尼伫足社课中间，你嘛会当安尼吼，安尼来互阮做伙分享吼，真感谢你安尼。呀，真欢喜大家支持啦，呀，伊一定足欢喜的啦，呀，我会甲讲。呀，若刷落去吼。有啥物？遮大家咧斗相共，讲斗要做啥物货吼？你就免客气吼，大家。好，多谢大家。好，安尼无，今仔日咱的聚会就到遮。平安。大家平安。感谢。多谢。再见。再见。